有冇試過另一半同你分手之後，你成個世界好似即刻停晒，手機冇聲，屋企好靜，平時一齊食飯嗰張台突然大到好似坐唔滿。你明明知道自己應該食嘢，應該瞓覺，應該返工，應該扮正常，但個腦就不停問同一條問題：點解？點解佢可以咁樣走？點解佢話唔愛就唔愛？點解咁多年感情最後好似一個通知咁簡單？但今日我想講嘅唔係點樣挽回佢，因為有時最殘忍嘅真相係，你越想挽回一個已經離開你嘅人，你越容易失去最後一樣最重要嘅嘢。嗰樣嘢唔係尊嚴咁簡單，係你自己。被飛之後，最危險嘅唔係喊，喊係正常；最危險嘅唔係嬲，嬲都係正常；最危險嘅係你開始相信，係咪我唔夠好？係咪我唔值得被愛？係咪我人生就係咁？當你開始用對方嘅離開去判你自己嘅價值，嗰一刻你就唔只係被對方拋棄，你係開始拋棄自己。今日呢本書叫做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Dumb， 佢唔係一本教你扮瀟灑嘅書，唔係叫你3日放低7日變靚1個月識新對象。佢真正想講嘅係，當一段關係突然完結，你最需要做嘅唔係即刻變強，而係先對自己好返少少。因為人最痛嘅時候唔係需要大道理，係需要有人同你講，你而家咁亂唔代表你冇用，你而家咁痛唔代表你輸晒，你而家未放低唔代表你唔夠成熟，你只係受咗傷。而受咗傷嘅人第一件事係止血。呢本書嘅作者 Susie Hopkins 本身係一位文字工作者，呢本書係一本用溫柔、幽默、插畫方式陪人走過被分手痛苦嘅指南。但佢唔係企喺岸上教人游水，佢係自己曾經跌落水，幾乎以為自己浮唔返上嚟。Susie Hopkins 嘅丈夫喺30年婚姻之後突然離開佢，去追尋一段舊情。你諗下，30年唔係3個月，30年係咩概念？係你哋一齊經歷過青春、中年、家庭、仔女、工作、病痛、日常瑣碎，無數餐飯，無數次爭吵同和好。一個人陪咗你半生，佢唔止係伴侶，佢係你人生嘅見證人。佢知你後生時係點，知你最驚咩？知你啲壞習慣，知你以前啲夢想，知你啲傷口。所以當呢個人突然話要走，痛嘅唔止係我冇咗愛情，係你成個人生檔案室好似被人一把火燒咗。你會覺得咁，我哋以前嗰啲係咩？我哋講過嘅承諾係咩？我為咗呢個家犧牲咗嘅時間係咩？我忍過嘅嘢、捱過嘅嘢、原諒過嘅嘢又算咩？呢本書特別之處係佢唔急住美化痛苦，佢唔會話一切都係最好安排。對一個剛剛被拋低嘅人講呢句，其實好殘忍，因為佢當下感受到嘅唔係安排，係瓦解。呢點好重要，因為療愈唔係一句睇開啲就做到，療愈係你要每日少少咁將散開咗嘅自己執翻起。有時係一餐飯，有時係一個電話，有時係一個夜晚，你冇再打開對方社交媒體。亦有時係你終於肯承認，我唔係冇事，我係好痛，而承認痛唔係失敗，係開始。我哋今日要拆嘅局叫做心碎局。表面上呢個局係一個人離開你，但真正困住你嘅唔係對方個人，係你以為自己人生本劇本已經寫好晒。你以為退休之後有人一齊去旅行，以為仔女大咗之後終於可以二人世界，以為老咗有人陪你睇醫生，然後有一日對方話我唔想再繼續，嗰一下佢唔只係離開一段關係，佢係撕走你手上本劇本。所以你會恐慌，唔係因為你軟弱，而係因為人最怕嘅唔係痛，人最怕係冇下一步。我哋習慣規劃幾時買樓，幾時結婚，幾時生仔，幾時退休。人生好似一個 Excel 表，排好晒先安心。但感情崩盤最可怕嘅地方係佢唔同你講規劃，佢一嚟就 delete file。所以你第一個反應往往唔係傷心，而係控制。你想問清楚，你想知道第三者係邊個，你想知佢幾時開始變心，想揾翻一個原因，證明只要修補到某一點，成件事就可以翻轉頭。但好多時心碎最殘酷嘅地方就係你揾到原因都未必揾得翻對方，你知道真相都未必得到安慰。所以呢本書最值得講嘅唔係點樣令對方翻嚟，而係當對方唔返嚟，你點樣令自己返嚟？真正嘅破局位係呢句：你可以失去一個人，但你唔可以因為一個人走咗，就將自己成個人生一齊交出去。被飛之後，第一階段叫做保命期，
呢個階段唔好同自己講太多大道理，你唔需要即刻寬恕，唔需要成熟，亦唔需要祝福對方，你更加唔需要喺朋友圈 post 一張旅行相，證明自己好好。你而家要做嘅係好基本，食飯、沖涼、瞓覺，返工之前記得着鞋，唔好喺凌晨2點 send 一大段信息，唔好喺最崩潰嗰刻做離婚、辭職、搬屋、清空戶口呢啲大決定。因為心碎嘅時候，人個腦係亂嘅。你以為自己好清醒，其實你可能只係好驚。你以為自己想要答案，其實你可能只係想止痛。你以為自己想同對方傾清楚，其實你可能只係想聽佢講一句我後悔。但如果對方冇講呢句，你就再睡多一次。所以保命期第一條規則，唔好將你最痛嗰一刻交俾最傷你嗰個人處理。你要揾其他支撐，朋友、家人、治療師、醫生、教會，任何一個穩定唔會趁你亂而控制你嘅人。呢啲唔浪漫，但真實人生入面救命嘅通常都唔浪漫。係你朋友話我陪你食碗麵，係你女兒坐喺你旁邊唔急住叫你放低，係醫生幫你處理失眠，係你逼自己落街行10分鐘，係你今晚冇飲到爛醉，係你將對方張相收埋而唔係再睇多100次。保命期唔係要你贏，係要你唔好再輸多啲。人跌斷腳唔會靠正能量行返路，心碎到撐唔住都可以求救。被飛之後，第2個陷阱係自我審判，你會開始翻舊賬，係咪我以前太忙？係咪我身材走樣？係咪我太悶？反省係有用嘅，但自虐冇用。成熟嘅反省係我喺關係入面有咩可以學，自虐式反省係所有錯都係我，所以我唔值得被愛。呢2樣完全唔同。一段關係完結可能有好多原因，可能你有責任，可能對方有責任，可能2個人都有盲點，可能時間、性格、創傷、溝通、誘惑、逃避一齊推到呢個結局。但無論原因係咩，都唔代表你嘅價值被取消。呢點對中年人特別重要，因為後生分手你仲可以同自己講我仲有時間，但中年被飛，你個腦會講我仲有冇時間？呢條問題好毒，佢會令人急住證明自己仲有人要，或者急住否定自己已經冇市場。但人唔係股票，你嘅價值唔係由市場成交價決定。你唔係因為有人愛你先值得被愛，你係本身就值得被好好對待，只係某個人冇能力、冇意願或者唔再選擇咁做。呢句聽落好簡單，但真係要日日練。你可以咁同自己講：我今日好掛住佢，但掛住唔等於我要返轉頭。我今日好失控，但我會慢慢返嚟。善待自己唔係縱容自己，善待自己係你喺最崩潰嘅時候唔再加多一把刀。好多人好識照顧其他人，照顧仔女，照顧伴侶，照顧公司，照顧客戶，但當自己出事，第一句就鬧自己：點解你咁蠢？點解你咁冇用？點解你放唔低？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個朋友被人拋低，你會唔會咁鬧佢？你唔會。你會叫佢坐低飲杯水，慢慢講。咁點解你對自己要差過對朋友？第2關嘅破局就係由今日開始，用對朋友嘅語氣同自己講嘢。被飛之後，最難戒嘅唔一定係對方，係查佢有冇 online， 查佢同邊個食飯，查佢新對象係咩樣，查一次痛一次，但你又停唔到，因為每一次查，你個腦都以為自己接近真相。但其實你只係將傷口撕開，確認佢仲流血，呢個就係毒性循環。你以為你想知道，其實你想控制；你以為你想控制，其實你想安全；你以為你想安全，其實你想返到以前，但以前已經唔喺度。呢句好殘忍，但係破局一定要面對。如果你哋有仔女、有財務、有法律安排，當然唔可能完全不聯絡。呢度唔係叫你逃避現實，但你要分清楚2種聯絡。一種係必要聯絡，仔女、文件、錢、屋企安排；另一種係情緒聯絡，深夜問點解，追問佢愛唔愛過你。必要聯絡越清晰越好，情緒聯絡越少越好，因為你最脆弱嗰陣，最唔適合同一個令你脆弱嘅人談判。你可以為自己設一條規則：深夜唔好 send 信息，飲咗酒唔好 send 信息，想打電話之前先打俾朋友。想睇佢社交媒體之前，先落街行5分鐘。你唔係要一夜之間完全戒斷，你係要慢慢將自己由對方嘅世界抽翻出嚟。仲有一樣好重要，唔好揾一班會令你更亂嘅人圍住你。有啲朋友好心，但會幫你加火，
我一早話佢唔係好人，你快啲識過第二個，激死佢。你一定要贏翻啖氣，聽落好爽，但未必幫到你。你而家唔需要一班啦啦隊叫你衝去戰場，你需要一兩個穩定嘅人提醒你食飯，陪你等情緒退潮，幫你唔好做令自己更傷嘅決定。真正對你好嘅人唔一定句句好聽，佢可能會同你講：我知你好，想 send 信息俾佢，但今晚唔好，聽朝先算。呢啲人要珍惜。當最急嘅痛慢慢冇咁尖銳，你就會進入另一種空。呢種空有時比痛更難受，因為痛至少有方向。我掛住佢，我嬲佢，我想問佢，但空係我唔知而家做咩。以前星期六一齊買嘢，以前放工有人問你返唔返嚟食飯，以前你唔需要解釋自己，因為對方已經熟悉你。而家全部要重新學，一個人食飯，去超市，一個人返屋企，一個人面對節日。呢度先係真正嘅重建，唔係心情好返就叫好返，係你要重新搭一個生活骨架。骨架有4條柱，第一條柱身體，你唔好睇小身體，人一傷心，身體會先崩，瞓唔到，食唔落，心口翳，胃痛，頭痛，冇力。你要用最實際嘅方法照顧佢，散步、曬太陽、做伸展，食一啲真正有營養嘅嘢，減少酒精，定時瞓覺。唔需要健身變模特兒，你只係要話俾身體知，我仲照顧你。第二條柱，人唔好將自己關死，但亦唔好亂咁揾人填窿。你需要嘅唔係熱鬧，而係連結，可以係一個老朋友，可以係兄弟姊妹，可以係一個每星期固定見面飲茶嘅人。你要有人見證你慢慢好返，因為被分手最深嘅傷，有時係你覺得自己冇人見到。第三條柱，空間，屋企入面好多嘢會刺你。一隻杯、一張相、一條毛巾、一個位置、一首歌，都可以令你跌返落去。唔係叫你即刻掉晒所有嘢，但你可以慢慢改變空間，換一張床單，執一個櫃，搬一張椅，買一盞新燈，將某啲物件放入盒，暫時封存。呢啲唔係迷信，係你用環境同自己講：呢度唔再只係失去嘅現場，呢度可以重新變成我生活嘅地方。第4條柱，意義，呢一條最難。因為分手之後，人會問：咁我以前做嘅一切有咩意思？其實未必即刻有答案。你唔需要太快將傷痛包裝成成長。有啲痛就係痛，有啲失去就係唔公平，有啲背叛就係令人憤怒。但當時間慢慢過，你可以開始問另一條問題：經歷咗呢件事之後，我更清楚自己重視咩？可能你發現你唔想再喺關係入面扮冇需要。可能你發現你唔想再為咗維持表面完整而犧牲自己，可能你發現你要學識講不。真正嘅重建唔係變返以前嘅你，係變成一個更唔會出賣自己嘅你。對30至60歲嘅人嚟講，被飛最痛嘅地方，往往唔只係感情，係現實。你可能同對方有樓、有仔女、有共同朋友、有雙方父母、有保險、遺囑、銀行戶口，有班親戚會問咩事啊？有同事會扮冇事，但你感覺到佢哋知。有啲飯局你突然唔知應唔應該去，有啲地方你唔敢再經過。你以為自己只係失去伴侶，但實際上你要重新安排半個社交版圖，仲有面子。好多中年人最怕唔係痛，係俾人知自己痛，尤其係一向好能幹嘅人。平時你係屋企支柱、公司骨幹、朋友圈入面最識解決問題嗰個。突然有一日你變成需要人扶嘅人，你會覺得好羞恥。但我想講，人生唔係永遠都要你做支柱，有時你都可以係一個受傷嘅人。你唔需要因為自己中年就取消自己傷心嘅資格，唔需要因為有仔女就扮自己冇事，亦唔需要因為要返工就唔准自己崩潰。成熟唔係冇眼淚，成熟係你喊完之後知道要揾方法照顧自己，而唔係用酒、報復、衝動關係、過度工作去麻醉自己。亦唔好以為咁大年紀重新開始就一定係懲罰。重新開始當然辛苦，但有時重新開始都可能係你第一次真正問自己：我想點生活？想同咩人一齊？仲有咩未做？如果唔再圍住一段關係轉，我自己係邊個？好多人成世都冇機會問呢啲問題，因為佢哋一直太忙、太習慣、太驚改變。分手唔一定係禮物，唔好太快咁講，對受傷嘅人唔公平。但分手可以係一面好殘酷嘅鏡，佢照到你曾經點樣依賴、忍耐、逃避、委屈自己。而當你肯望住呢面鏡，
你就有機會慢慢收返自己。所以今日呢本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Dumped，我覺得最值得記住嘅唔係任何一個技巧，而係一個姿態。被人拋低之後，你可以痛，可以嬲，可以混亂，可以反覆，你可能需要好長時間，但你唔好因為一個人唔再選擇你，就宣佈自己唔值得被選擇。唔好因為一段關係完咗，就認定自己人生都完咗。真正嘅放低，未必係你完全唔再諗起佢，真正嘅放低，可能係有一日你諗起佢，心口仲有少少痛，但你唔再想跪低求答案。你會知道，我曾經好愛過，曾經好痛過，但我而家慢慢翻緊嚟。分手之後，你要做嘅第一件事，唔係成為更吸引嘅人，係成為一個唔再拋棄自己嘅人。因為愛情最美好嘅狀態，唔係有人救你，係你已經企得穩，然後有人選擇同你並肩。而喺嗰一日嚟到之前，你都值得被溫柔對待，就算嗰個溫柔暫時只係嚟自你自己。今日呢條片送俾所有被分手、被背叛、被冷落、被逼重新開始嘅人，你唔係被淘汰，你只係被逼離開一個唔再屬於你嘅劇本。而下一頁雖然好難寫，但支筆終於可以慢慢翻到你手上。如果今日呢條片令你諗起自己，或者諗起身邊某個正經歷失戀、離婚、被冷落、被背叛嘅人，請你幫我做3件事。第一，撳個 like， 等 YouTube 知道呢類真正講人心、講關係、講人生低谷嘅內容，值得被更多人睇到。第二，share 俾一個你覺得需要聽到呢段說話嘅人。有時一個人最痛嘅時候，未必需要你講好多道理，只需要有人輕輕送佢一句，你唔係一個人。第三，如果你中意書裏有局呢種，用一本書拆解人生局、關係局、人性局嘅內容，歡迎加入我哋嘅會員。會員支持會幫我哋繼續做更多深度讀書影片，唔止講書，而係陪你喺人生唔同關口睇清楚局，慢慢破局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記住佢離開你唔代表你要離開自己。我哋下一本書再一齊拆局。